議員陳秋平以安全大台南為主題，強調監視器佇預防犯罪、保留證據以及維護交通治安，攏破案袂當欠缺的關鍵。毋過，伊統計現有台南涵蓋率平均1000人5.9件的不足，甲其他國家有明顯落差。佇總質詢檢討包括警方的預算編列，以及里社區需要太舊換新的現況，強調監視器已經是宜居城市的基礎建設，千萬毋通成為安全的破網。對此，市長黃偉哲相當認同，答應今年度會大幅度增加預算，甲美國洛杉磯的涵蓋率同款。我們警察局監視系統的統計，到目前我們的鏡頭有19443，然後這個也有那個近3年了哈，我們的預算大致上都落在差不多在7900萬。那麼我把它平均了哈，我們台南市差不多有250萬人，那麼19443支，所以每1000人分配到5.99支。那麼再以平方公里來計算的話，我們平方公里分配到8.87支這個鏡頭，你覺得這樣夠嗎？我們今年度還有現在正在編的明年度的預算，我們就要大幅增加監視器的經費跟那個擴編啦哈。另外，剛剛您提到了有一個小小的那個，就是我們除了警察局19443個鏡頭之外，民政局那邊有3100個鏡頭。我知道。加起來除以185萬，我們大概跟洛杉磯一樣，每1000人大概是120支。是，好，那個市長，我們也要，既然監視系統對我們這麼重要啦，對我們宜居的城市是一個基本的那個要件之一，非常的重要。那麼我希望你也把它當成是我們的建設基礎這樣子，把它的那個位階拉高，把它的 label 拉高。安呢，太當做好了哈，做好我們整個這個犯罪的打擊。會中議員進一步針對交通環保經費訂有回饋金的各局處，依照社區實際需求來加裝監視器，保強治安、水情加交通的防護。同時嘛，因為眼眶愈高中心被人壓造危機，是監控系統快速破案，所以要求秘書長跨局處整合資源，檢討校園周遭監視器的死角。對此，市長回應在後一個定期大會提出全面盤點的報告。台南新聞管制林盈光採訪報道。